台北市市定古迹蔡水阁武道研究社18年来是由台北市委托经营，也毋过这份合约今年这个6月就到期啊，所以文化局是会搁加公开招标。蔡水阁基金会是甲一寡民间团体呼吁台北市政府按文字法的规定，以合作经营来代替委托，才通互蔡水阁的武道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一阵武者身躯顶煞，互人包白布、包条条，甚至落尾阁规定，互人白做伙无法度叮当。这是蔡水阁文化基金会以新的武道来反对台北市府，要对蔡水阁武道研究社这座古迹公开招标，要委外经营。我是感觉咱古迹甲名称吼，概念爱分得清楚啦。古迹爱有传承甲教育的功能吼。超过30个本土社团甲民团来到支持，指出蔡水阁武道研究社是台湾武道史的重要场地。蔡水阁文化基金会长期咧维护文化资产，有伊的专业甲用心。台北市府应该按照文字法第21条，互相唔免出钱，而且平等签约合作的规定，甲基金会来签行政契约。它就不能成为现在这个采购法的牺牲品啊！什么叫招标？别家牛肉面也有可能啊，王记牛肉面也有可能啊。如果他真的标到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基金会呼吁台北市府以合作经营的模式来取代委外经营，嘛呼吁比照七海园区设定50栋的公有土地地上权，予民间基金会来经营。那当时国内并没有总统图书馆的相关经验与案例，需要仰赖民间资源与民间的创意协助。所以当时才以促参法第46条，就是民间自行规划申请参与。台北市文化局强调，对2006年开始就依照法规办理公开评选，委托基金会来经营。这届嘛是按照以往的方式来招标，希望会当继续和蔡水阁文化基金会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